大小马达，用橡皮筋连接，还有轮子连接，然后正负电，正连正，负连负，正对正，负对负，并联嘛，并联方式按接起来，然后只要用人力把它推动一下，人力推动一下那个齿轮、转轮啊，然后带动以后，大的马达会发电供，然后从正负极那边输出电给小马达，小马达再输出动力，转动小轮，还有带动橡皮筋，再拉动这个大的马达发电。这样可以循环了，发电了。